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较早有一句广告台词，讲阮真罕慢讲话，也毋过阮真实在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罕慢的罕，读做第5条，也毋过嘛有字典写第1条罕，或者是第7条罕。读第1条听起来台语和中文的音都共款。一般这字罕较少家己出现，咱即马上接用到的就是罕慢这个词。先讲到罕，无人读做罕，照古早字典的解说，是讲一个人面大大，头壳遐正宽，头壳无毛，小可秃头。最后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读做罕慢，这个意思是讲一个人戆无巧无精工。第二个咧是一句俗谚语，人讲惊看日头影，罕慢新妇弄破顶。这个里面的意思是讲新妇骹手较慢，一个看到日头慢慢沉落西。厝内人伫咧田里做事，拢准备要倒来食饭，伫咧灶骹无用试，一个无细力就咱甲顶弄破。这句话讲起来，感觉有画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字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古早人讲惊看日头影，罕慢新妇弄破顶。当然，即马时代无共啊，老爸老母拢出去食头路转食，下班就接囡仔直接买便当食外口，老爸老母拢无咧罕慢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罕，嘛有字典写做罕或者是罕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